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和欧洲心灵与生命研究所成员展开对话；印度支持西藏团体通过网络视讯与司政边巴次人举行首次会议；司政边巴次人会见藏人媒体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美国颁布新法案反制中国及加强关注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参加6·4天安门事件32周年纪念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三6月9日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寝宫通过网络视讯，以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纪念佛朗西科斯·瓦雷拉为主题，和欧洲心灵与生命研究所的成员进行了对话。达赖喇嘛尊者在对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对促进人类一体性理念方面的承诺，并对已故的智利共和国著名生物学家、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瓦雷拉先生表达了钦佩之情。尊者指出，他需要像瓦雷拉这样既了解佛教又是专业科学家的人才，来推动人类一体性的理念。据了解，这场对话活动是为了纪念在20多年前逝世的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要创办人之一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先生而举办，也是弗朗西斯科与他的朋友们关系的体现系列活动中的首场对话活动。另外，印度援藏组织西藏事业核心小组于6月6号通过网络视讯与新当选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举行了首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司政边巴次人详细了解了该组织的职能，并就预期成果、进展领域和即将开展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此外，据上周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和2名助理法官进行会晤后，司政边巴次人于6月4日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流亡藏人媒体和非政府团体的代表。在与藏人媒体记者将近2个小时的交流互动中，司政边巴次人重申了藏人行政中央的优先事项，即恢复与中国政府间的和谈，解决藏中冲突，并在强化民主政体和内部团结的同时，加强媒体作为民主第4大支柱的作用。与此同时，为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和竞争，美国国会众议院于6月8号通过了创新和竞争法。该法案不仅是美国反制中国科技战的大型法案，同时也对西藏问题列出了多项重要规定。据了解，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必须任命一名国务次卿或更高级别的官员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法案还进一步声明，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观点指出，美国应鼓励国务卿与盟国接触，支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转世的权利，否认中国当局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的主张，并反对中国当局干涉西藏的宗教事务。美国参议院于当地时间6月8日傍晚，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项法案批准在未来5年内将2500亿美元投入到科技产业与发展领域，应对中国的竞争。在众议院审议该法案后，预计在今年6月下旬或7月投票表决，通过后交由总统拜登签署生效。以下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在本月4日6·4天安门事件32周年纪念日当天，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公民力量等多家人权机构举办了一场网络纪念活动和音乐会。
缅怀了32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遇难的学生和民众，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贝克、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卢里特克尔和众议院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等通过网络视讯出席了纪念活动，并相续发言。在当天的网络音乐会上，主办方还专门播放了中国作曲家王希林在6·4事件1周年时创作的第3交响曲。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在纪念活动上发言时指出，尽管当年正处于藏中对话的关键时期，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曾经公开批评中国领导人使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与此同时，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茨城嘉措先生也于当天参加了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6·4 32周年纪念活动，并在发表讲话时缅怀和悼念了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遭中国军队屠杀的学生和市民。他指出，藏人对6·4事件感同身受，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西藏在遭中国入侵和占领后，西藏人民至今还在遭受中国的镇压和迫害。在当天的纪念活动上，主办方还邀请了10多个海外中国民意团体的代表及6·4事件的受害者和亲历者，回顾了32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此外，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还于当天出席了由13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代表组成的和平之旅基金会年度董事会议。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当天的会议通过网络视讯举行。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